语提百万，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咱金家。真厉害！哎，有厉害啦！来第二组的来宾家庭，咱的婚家。欢迎。嘿，婚来婚去，奖金摕来去。对啦，赞！来第三组的来宾家庭，九家。欢迎，球队， 100万摕来放银行啊！来第四组的来宾家庭，咱的苏家。欢迎。 1、2、3。虽然阮世输，今仔日阮一定赢！哎呦，袂啦，袂输一定会赢的啦。一定赢啦好，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熊。是今日咱四个家庭拢来啊，没错哎，拢是上强的，搭参啊来甲遮系啊，哦。拢摕过奖金才来。嘿，第好赛，复赛。刷入去就决赛就看正哩啦嘿，哦。干那4组会使选一组进入咱的决赛哦。哦，100万就你等你咯。今仔介绍咱的落啊，第一个金甲，好不好？来金甲，咱先玩介绍一个。哎，我的囝，对，好死我的囝吼，然后我的大哥，还有我的朋友，好朋友啦，Stanley。是，对。啊，咱顶抓咱通啊行到这步是顶抓咱拢有迄落啊奖金对无？咱奖金摕偌济？5000。哦，厉害吧？真厉害！我甲你讲，哎，无定就今日。 5000就进复赛啊！无定就今日你就通去决赛啊！哦，是爱有自信就对啊啦吼！好，欢迎您哦！来，咱第二组婚家，是。嘿，咱婚家的队长，哎，我们个。一结奖，嘿，一结奖，是，哎呀，对啦，这我公主啦，是公主来啊啦！伊迄行业嘛做旁道的啦。有影，是无唔对，这正经的，嘿，然后这是我呢，因算以早细汉的囡仔伴啦，旁道的迄落啊，囡仔伴啦，嘿啦，囡仔伴啦，啊，我算甲因这爸爸妈妈拢共好朋友，好朋友啦。啊，这义恩呐，吼，啊，义成呐，义恩呐，嘿啦，嘿啦，啊，拢安尼三家呢拢无饭好食啦，你啊，哦，所以讲爱摕100万当去补，一定爱摕啊。我看你敢无啥想要摕，不是啦，啊，你我拄则我听着讲隔壁迄摆讲摕5000块，即马甲我摆共对我就，你听嘿啊，无你的奖金偌济，你讲互因听一下。啊，我就伊的3倍啊，哎呦，我3倍偌济，唔讲这15000啊，15000啦。诶，拄则一开始还未落的时阵，伊甲我讲呢，我一定要讲出来，大家笑快者啦。诶，你摆奖金摕偌种？摕10000，哈，摕遐少哦。我会记得阮摕20000啦，结果去查小较早伊摕5000尔啦。你是想着白对的，你知无？好，欢迎，来，咱这边球队的队长上。明黑。哎，我边仔这是嘿，是不要紧，你讲，你的成员啦。我成员边仔这是咱的警察大人小吉啦，啊，小吉啦，大林。啊这我助理小花，啊这补习班的老师，小博，小博，啊，顶到摕偌济？顶个摕11000块，万一，嘛袂歹哎，哦。嘛是真有机会哦。比个5000个有较好笑看。是，来，搁说来给咱送家。欢迎咱的苏明恩老师。大家好。嘿，输啦，是，来，老师，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细汉查囝，嘿，伊也做柔柔。嘿，罗罗。大汉查囝，玉玉啊，这是阮妹妹的囡仔，嘿，伊叫做晨晨。对，我主要这是一家伙的意思啦。是，啊，恁顶出来奖金偌济？哎，迄15000块嘛甲红声呢？哎呦，唔爱你面偌济讲者，阮摕20000。哦，安尼你已经把100万的迄个机会扣掉啊啦。阮只来摕较不过需要。我甲你讲哦，伊是律师，啊，伊拢知影咱个人，啊，咱今讲话较细腻。唔知，拜托，咱也无甲得失掉啊。我今日真系讲得是。我尽量忍啦，我尽量忍。好，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咱的单鸿辉单老师破晓会员。各位听台语，欢喜摕奖金。好，今日去欢喜摕奖金哦！来，去咱的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
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嘿，来第一回合无？斗阵抢擂台，要安怎抢？要安怎拼哎，咧？这回合吼，甲4队报告一下，咱每一摆拢爱4队派出一个人，派一个人一个人出来了会使回答2题的机会。哦，2题机会嘿尔但是哦，你若讲唔对，迄题就无机会啊哦。哦，就让我别人啊是哦。一题5000，所以每一个人出来就是要抢1万块。这回合所有的奖金4万块，加油4万是安尼尔？哦，无4万哦，吼，4万哦。好来，恁即晚今日讨论，看要派倒一个上强呢，先把分数摕起来。好，派完了，第一位上台。抢淘汰哦，加油哦！好，好，哎，来，好来，来，是2题尔，今日把分数摕起来。好，好来，一题几个字？系头一题2个字， 2个字。好来，咱第一个提示。那无去足麻烦呢。那无去足麻烦是什么物件？无去足麻烦的。好来，第二个提示。有密码哦，有密码就是爱饲的啦，唔4个字无就8个字的迄种迄点但是的啦。但唔干那2个字是哦。但唔敢咱2个字尔哦，若知影就记得饲哦。好，若无我要搁讲下去哦。来看第3个提示，查那上爱，查啦上来遮明显啊，来，是等你手机啊，手机呀，哦，手机，手机哦，2个字手机。你啥那感觉是手机咧？即马拢手机拢有迄银行账户啊，拢爱操作来做麻烦，拍几下密码，所以讲你的答案是，手机，来老师，手机对唔对？唔对，因为真济你讲的应该大家拢有迄落啊哦，不要紧，咱3位各有迄落啊哦，有要想的无有机会哦，知影就试，不要紧，无我就搁提示，提示好啊。我要搁提示哦。好来，第4个提示，问数，问说哎，哎呦，来，钟汉，锁匙，锁匙，为什么是锁匙啥那是锁匙？问锁啊，我拄则咧摇是手机还是锁匙？啊，手机无啊，安尼就讲锁匙好啊。试看卖哦，试看卖好，好来，老师，问数对唔对？健康，无去用骗去啦，正好来分数。恭喜咱分价得了5000。好来，不要紧，还有一条命哦。加油哦！好，上个来，咱请出题。这题3个字，三字，嘿，看咱第一个提示，会使号名，会使号名。啥物件会使号名咧？哦，啊，第二个提示咧，伊的数字是变过来、换过来。会当号名，佮通变过来的数字哦哦，来，第三个提示，看到伊拢爱尿，看到伊拢爱尿。哦，这明显，足明显的啊！哦，来，第二。救护车，救护车，啥哪是救护车咧？我会记得救护车拢有号一个名呢，什么号，什么号，哎，什么什么号，什么，是，哎，啊，数字是换的，变过来。这我唔知。哦，看到伊爱尿，我就想讲，嘿，是，可能是救护车。救护车，好，来老师，救护车对唔对？对，我来分数，恭喜球界得了5000。对，来，咱即摆看真有道理，咱看第三个一定爱尿，对，吼，袂当讲甲伊硬对硬袂当哦，一定爱尿哦，因为内面在的人是真重要的人，吼，来个刷落是淡水嘞，淡水嘞，伊的声，啊是，啊第三个。第5个119，嘿，第五个119是，袂要紧，咱后手阁有3位哦。好，来，今日换人。嘿，来，第2位是咱大哥啊。大哥啊，嘿，大哥来，你免紧张啦。
这三个吼无啥会晓。高手你知哦？免惊免免惊惊，啦，那变经验，你算老经验的啦，嘿啦。相公诶，你大哥咧？系啊，嘿啊，大哥咧？大哥是大呢，嘿啊。是是，啊，你职工呢？这个哇，这比这较大。好来哦，好来，小妹，咱请出题。是，头一题有三个呢。三个字哦。好来，咱看第一个题是台湾的特色，台湾有什么特色？我这系追哈，啊！台湾的特色，所以讲啊，啊，其中一个，嘿，好来，来，第二个题是，来，未拍到日头。未拍，哎呦，哦，哎呦，哎呦，三个哪里？未拍到日头诶，有讲啊嘛？会使会使。牙齿啊，呀，是哦你伫倒位看到牙齿啊咧？台湾的特色我就想到嘛，因为牙齿啊是咱台湾真正足济啊，倒啊来咱遮拢爱去洗牙齿啊。起码变文化，嘿，文化，咱的嘿文化啊！你看即个迄个实景秀有无？诶，节目拢会去牙齿啊，摆档啊摆档啥？对对嘿，啊，未拍到日头都是暗时嘛。对，啊，我就叫牙齿啊。哦，有三个字。对，三个字啊。好来，老师，牙齿啊，对唔对？唔对，哎，啊，但是我讲这两个题是安尼有影无？我想我讲好，有有先，就是这种方法，就是安尼方法咯。好，你的词文甲真好，后壁有人咧甲踢笑呢，笑到真大声。 5000个笑15000个呢。不要紧，我继续睇落去啊。好，来，咱来看第三题是，美好的所在，哦，来，苏老师，顶啊卡，丁啊卡，顶啊卡是咱这个、咱这个河乐的这个建筑的特色嘛特。色。是啊，所以迄个华语也叫骑楼啦。嘿，骑楼我，想应该是顶啊卡。是丁啊啊，卡。搁未拍到日头。嘿，未拍到日头，嘛是迄落啊，美好美好的所在。哦，好来，老师，丁啊卡对唔对？对，厉害厉害！来分数。终于所在得到5000咯。好，来，咱第五个题是，哦，第三、第四个。第四是互人会使停机车啦。嘿，啊，但是哦，即马停机车唔当凊彩乌白停啦。是哦，真正有所在有价的所在咱有当会使吼嘿，其实这顶仔卡是要互人行的啦。所以第五个就是是第五个行人咧通好行。是，无唔对，无唔对。好，不要紧，还有一条命哦，加油饱无？好来，有饱咱个吃哦。啊，哈，冇被钱也捞诶。你看我迄个做八个吗？就吧，你就有饱未？有饱。实在哦。好来，这第几个字？嘛是三个字，嘛是三个字哦。好来，咱请出题。来，第一个题是，甲钱收掉的，第二个题是。食饭啊。来哦，甲钱收掉的食网啊，伊敢知影是虾米咧？这第几个字？嘛是三个字，嘛是三个字哦。好来，咱请出题。来，第一个题是。甲钱收掉的，把钱收掉了哦。好，来，第二个题是食饭啊。收掉，把钱收掉，佮食网啊。哦哟，到底是什么物件哦？好来，佮第三个题是南部的会叫。来，哦，好来，大哥，谁人啊？是你伫倒位看到是咸翁啊？伊会食饭啊，食饭啊伊会食。伊会讲南部伊个会叫啊，嗯，嘿滴滴叫安尼。国语叫壁虎，壁虎。好，哦。所以你的答案是，谁人啊？来，老师，咸翁啊，对唔对？对，来，分数。终于真拿得到5000咯。好来，咱佮继续看来，伊是你两个长尾，伊嘛是感觉我画落来，对对对嘿，对。啊，第五个题是就是壁顶悬，嘿，伊拢会知影啦。所咧壁角有。人你讲有好的风水，也是讲这个所在真清气，先人啊就坐。好来，看一下分数，看咱真假。今嘛有5000，啊，咱分价咧。冇5000。哦哟，啊，咱九价咧，嘛是5000，嘛是5000哦，所价。嘛是5000。哎呀，拢低手哦。真好哦，即摆拢5平手啊哦。好，咱即摆甲第二组到第三组哦，来记咧换人。是
是，咱即马是第4位啊吼。哦，第3位，第3位。位哦。是。好，来，咱请出题。是第一题，咱是3个字。第一题3个字哦。好，来，咱看第一个题是乌狗、乌鸟。乌狗甲乌鸟，哎呦无唔对啊，是乌狗就乌鸟啊。对啊。好，来，第二个题是规身躯干。乌狗甲乌鸟个规身躯干。哦。唔知啊吼。唔知啊来，第三个题是拿钱了拢无去。拿钱了拢无去，乌狗乌鸟规身躯干，拿钱了拢无去啦。第四个题是会员制。伊会员咯，哎呦应该知吧？云云。来，文玲，健身房。哦。你较大声，讲一解。袂歹，较大声。健身房。好，来，老师，健身房对唔对？你头前迄个发音较准哦，哦起头迄个发音较准哦。头一摆讲的迄个较准。健身房。好，健身房。哦。恭喜来分数。恭喜所甲得到5奖哦！好难猜。好来，咱3位拢无好多啊，无想法。来，咱看咧，你就知影运动。运动啦。伊就该讲会员啦。会员啊。嘿，会员啦。嘿啊。嘿啊，乌狗甲乌鸟，应该是查甫甲查某。嘿，乌鸟就是查某囡仔足水的，乌狗就是查甫的。足漂白的啦，啊，规身躯干，啊，立钱了，嘿，就拢无去啊。对啊。吼，是啊，就会员啊，运动。运动。好，不要紧，还有第2条命哦。对。好，来，咱请出题。这题是2个字。2个字哦。好，来，咱来看第一个题是人甲神交通的媒介。人甲神交通的媒介，人甲神哦。好，来，第2个题是心情较好。心情较好，人甲神。哦，那是心情较好咧。互你心情会较好哦。来，第3个题是哦。对花草提炼。对花草提炼来啦。对花草提炼。是。你是举手的意思吗？你看无？你看无？是。好来，不要紧，咱讲第4哦。来，第4个题是。休伫身躯。休伫身躯。哦，这物件休伫身躯哦。是啊。来。来，云。艾草。是安那是艾草。一种草。一种草。中药。哦。来，老师，艾草对唔对？唔对。那有差一丝丝啊。哦，不要紧。上尾啊，一个题是手较紧的哦。注意哦。来，咱第5个题是。法国来。啊，袂使你讲过啊，你无机会啊。来，3位。哎，来。芳水。哦。芳水。为什么？是芳水？因为。休伫身躯啊，花草提炼的啊，是，嘿啊，啊喷了心情会较好。来，老师，安尼对唔对？对。来，分数。恭喜球啦，佮得到5奖。是第4位哦，真正是关键啊哦。好，来，咱今日换人。第4位哦，是啊，是真正爱把握这分数啊吼。加油！好，来，咱我要出题哦，上个人请出题。这题4个字。4个字，来，咱来看，第1个题是钓鱼啊。钓鱼啊哦。好，来，第2个题是面册。面册，钓鱼啊，还有面册哦。哦，知影无？唔知我来哦。第3个题是。一群人钓鱼啊，有面册。哦，你讲一群人哦。来，佫唔知哦。第4个题是电话来操控。电话哦，电话来。哦，经理姐姐，来，可以讲国语吗？然后教我怎么讲台语可以吗？不要紧，你诈骗集团。哦。啊，台语。试看卖。因为这个比赛。诈骗集团。来，老师，安尼对唔对？无法度互你对。哎呦，为什么？这台语就不好。可能有音的问题啦。对。是，佫有人知无？哎呦，来，诈骗集团。来，老师伊讲的诈骗集团。发音对。来，分数。恭喜球哥，佮得到5奖咯。好，来，
咱来看者哦，伊拢用电话嘛。嘿，好，啊，伫倒位上济？柬埔寨。哎呀，对对对，其实咱即马台湾嘛真济。对啊。哦，千万万唔去做这种代志，大家赚的拢是辛苦钱。吼，莫去甲这人变甲个心肝拢安尼，哦，戆戆去话，阿妈变甲拢破病。无唔对，无唔对，来，不要紧，有最后一条命。加油哦！这第三个你，来，咱来看者，第一个提示。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时代，是，就是咱的古希腊，哈，来，第二个提示，会跳舞，哦，这时代伊会跳舞哦，哈，来，第三个提示，家己的衣裙，哈，会跳舞，佫是这家己的衣裙，这应该就明显了吧？哎呦，来，第四个提示。音乐伴奏，有音乐伴奏哦。好，来哦。哦，安娜，来。念袂出来。喷水鸡，喷水鸡。哦，先来喷水鸡。跳舞。是来。来。你的喷水鸡先啊。来。喷水鸡为什么会跳舞？水舞啊。家己的衣裙。哦，家己的衣裙。好啦，因为够音乐嘛。对。哦，好来。鸡肉饭。老师喷水鸡对不对？无完全对哦。哦，差一输啦哦。对哦。好来。其他三位来，知影是哦。哎呀，来，晨晨，火鸡饭，火鸡饭，哦，天哪，火鸡饭，时代有火鸡饭吗？啊，你讲爱音乐啊，马上哦，嘉义嘉义的文啊，哦，来火鸡饭，来老师火鸡饭对唔对？唔对。哦，来，够机会，来。喷水池，喷水池，喷水池啊，喷水池，哦，明白。来，老师，你有喷掉啊？老师，你不要再那么严格了。老师，卖跟我念吗？讲出来。所以我给喷到我家来啊。讲三句害老师规人艰苦起来。基本简单。无，老师即马是感动。感动啊！老师坚持的。你伊安尼念对唔对？要是差一输啦，你要搁调整看卖无？喷水哦，好你掉。我喷袂完啦。来分数。由于咱的金价得了5000咯。来，咱听老师来讲，安那讲正确的哦吼。来，老师，就是迄个调的问题，你落尾算对啦。喷水池，哦，是对，你定爱喷水池。好，是好，谢谢老师。好，来，咱即摆来看咱的分数吼，先看金价。金价今嘛有1万，哦，无简单。啊，咱的分价咧？分价今嘛有5000。嘿，啊，球价咧？球价今嘛有15000。数价咧？数价今嘛有1万。好，摕到咱的分数，今日咱的第2回合稳到第1名。嘿，稳到第1名。加油加油！是，来，咱即摆分数拢已经有啊嘛，吼。对。是上好，就甲咱的分数，甲即届分数，甲差起哩啦，吼。来，咱即届规则安怎讲？嘿，咱这回合吼，拢总有6题。啊，3个选择 A、B、C， 好，咱就来选，啊，看倒一队活到上尾啊，就使得到这回合总奖金3万块。咱若3万块得着，拄啊，咱有15000的，就搁差起哩哦。4万块。哦，对咱后壁的分数真有帮助。啊，要并盘的氪金嘛。来，咱请出题。是。请问凡岁伫咧拜拜的时阵吼，闻到什么花的花香味，代表神明认同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咧？A. 桂花
B 莲花 C 玉兰花。好，来，咱请选择 A、B、C。 15秒哦。哦，20啦，咱搁加5秒落啦。 20秒。来哟，音乐无就无啊哦。桂花、莲花、玉兰花。是，来 A、B、C 啊，当一嘞。哎，行一下哦。嘿，桂花、莲花、玉兰花啦。好，5、4、3、2、1，好停。哦，人对着尾房车，对，好，来，咱即摆来看者，来，咱这边是因为风险的问题，所以讲家己分开，啥那是桂花肉。来，你感觉是桂花哦？为什么？我感觉拜拜时阵，可能会闻到桂花的香味。哦，是。捌闻过无？应该是无。所以拢唔是善良的。有季桂花你唔捌闻过哦？哎，就爸爸拜拜的时阵啊，嘿，因为有季节，所以讲可能你闻的时阵，你可能较袂记你迄个味是啥物啊？对。来，咱即摆这就是问咱的莲花，是，吼，全球古青，今仔倒伊拢闪是。是，一定系。我感觉莲花是，伊安那像咧观音啦，是啊，拢是咧莲花做。较慈悲的心灵拢是伫莲花，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莲花。啊，你若是桂花的时阵，我感觉迄谐音无共，可能心灵敢若你那贵，哦哟，所以桂花一定对。大家拢会安尼哦，有一个含义。系啊，哦，这嘛有道理呢。这讲法袂歹。啊，你若有兰花无兰嘛，可能佛祖看你敢若烂嘛，安尼啦，好好讲话哦，咱即摆来去看隔壁。咱来，咱这边拢是玉兰花。你比后壁，你即马啥啦？我主要我就爱看我安尼啦，来。我感觉吼，你比后壁有你的问题啦，你啥啦？你是惊人大家对立对吧？无，你来讲者。啥人拄啊就讲吼，这边拢咱的嘿，咱来看者啥啦？你是玉兰。因为桂花的味真香啦，莲花的味吼，薄啊香尔。清香啊，玉兰花吼。我是因为，嘛毋是讲，我就是讲，有当时啊，咱停车场顶吼，有人啊卖玉兰花吼，啊，我就摕30块、50块甲买一个。善良的人啦，我就是善良的人，嘿啦，啊，我有一摆摕100块伊哦，伊个走你。伊甲总我收起无走我。你动作进步啦。啊，伊车顶过啊，我哋油门吹嚟，我就过啊。袂有啦，咱嘛是善良的人啦。如果我来问一个老师，你啥那无甲查某囝牵者？哎呀，可以走。你是感觉风险因为这两个答案我拢感觉有可能是对的。哦。因为莲花收过大蕊啦。其实足歹去挽来放伫咧生命的桌顶。我感觉无遐尼简单。玉兰花是较细蕊。啊，桂花嘛是啦。好，来玉兰、莲花甲桂花 A、B、C 啦，吼。来，咱来看一个哦。正确的答案是。哎呦，歹势，咱 A 甲 B 的咱就先要分一个哦。傻了别讲，是不是？就是古早啦吼，伫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甚至韩国吼，拢算做讲流传足久的，就是甲玉兰花当做是真尊贵，啊，搁真纯洁、真水吼，的迄个象征的花啦。嘿，啊，所以就是讲拄则讲的这题目，这是算做60年代啦吼，有安尼传说啦。敢若讲，有这个玉兰花来拜拜吼，敢若讲神明感觉讲你是一个安怎的人，这是当然一个传说啦。嘿，啊，上主要就是讲，咱拄仔讲的讲，玉兰花较细蕊有无吼？嘿，啊，虽然讲细蕊，啊，毋过咱会当看到是真侪庙吼，拢有家己就是家己贴吼，啊来做这个拜拜的一个做法安尼吼，啊，所以是玉兰花是无毋对安尼。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咱若要讲一个人看起来吼，那破病，咱会讲伊的面色是安怎嘞？来，这个人的面色安怎啦？无要甲想，3，到底哪一个啊？1，上尾1秒呢哈？啊，你有来无？有人吼，你捌听过这无？有阿嬷有讲过。啊，你的面色哪白苍苍安尼。讲一个人看起来那破病，会用倒一个词嘞？上个咱请出题。
请问，咱若要讲一个人看起来吼，那破病，咱会讲伊的面色是安怎嘞 ？A. 白苍苍 ，B. 白色色 ，C. 白蒙蒙。好，来，咱请选择来20秒哦，加上5秒哦。白苍苍是白苍苍，白色色，还是白蒙蒙呢？哦，来，这两个面色安怎啦？哎呦，无要搁想吗？无要搁想。3，到底哪一个啊？ 2，1，哎呦，上尾1秒呢哈。是，咱问迄个上尾1秒的啦，来，上尾1秒的。阮真感谢你，有限机会这边就好啊，无搁问两遍伤忝啊。对，是你感觉是白苍苍，嘿，白苍苍，白茫茫。过？嘿，有听过白苍苍。哦，你看这面啊，白就是惨白。嘿，白苍苍。白安尼啊。好，来，啊，你有来无？有啦，又有对啦，有啦吼。明白，袂落啊，迄落啊，别讲啊，你后壁等你，免烦恼。你拢叫伊啥物？你拢叫伊啥物？阿伯，阿伯啦。哦，原来你捌听过这无？白苍苍。有阿嬷有讲过，阿嬷有讲过，讲啊，你的面色哪白苍苍安尼。哦，你是人艰苦哟。是，对。袂歹。好，来，我看一下，拢无人要选迄落啊吼，白色色啊，无就是白蒙蒙，拢无吼。无。好，来，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我唔对啦。哈，咱拄则大部分拢全部叫嘛吼，就是讲咱咧形容面色这个部分，确实是会用白苍苍啦吼。就是敢若较无那个血色吼，啊，那拢无元气迄种型啦吼。啊，若白色色一般会用伫咧脚会感觉，互你敢若发光。哦，我敢若闪闪细细迄个感觉的物件，虽然拢是白啦，啊，毋过就是咱若要分较幼的时阵，无共款的白色就对啦。吼，啊，若白蒙蒙一般较侪用伫咧，比如讲规片的即个干网也好，还是讲落雪也好，迄款状况，吼，会用白蒙蒙安尼。嘿，对，所以就是会有无共款的形容。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无人数的大赛是帮助台湾发展对外关系的人，啊，你敢知影谁是上少年的无人数大赛呢 ？A. 台湾队长陈吉宪 ，B. 羽毛球天后地主英 ，C. 夜照练女神郭幸顺。好，来 A、B、C， 咱请选择。加油哦！是。无人数的大赛哦，无人数，嘿，亲像外交大赛，像外交大使，但是伊无固定在倒位，伊是四界走，无固定一个所在的大赛。到底是讲球的，哦，即马正的，陈吉宪，嘿，啊，若是讲咧羽毛球的，地主英，哦，正高拍，啊是讲咱的夜照咧的郭幸顺，是来哟，加油哦！哦，这题较困难哦。是哦。哎呦。来，好，来，5。哦，时间到。哦，真好。来，咱即马看者是咱的羽毛球。对。恁捌听过无？无人数。无人数，恁感觉无人数是啥货？拄阿雄有讲过。无人数，无变数捌听过。嘿啦，无变数是捌听过哦，无变数，啊无你去隔壁招。哦，加油站拢有啦。代表任何单位吗？应该是敢若无代表任何单位。对。我感觉这个名词的解说会使教咱的律师。是，无对。咁无咱先问伊。是，好，来，毋过律师徛的所在嘛是介高水哦。伊是咱的夜照练的哦。对。这个人数就是讲有一个所在地嘛，譬如讲这个美国。美国大赛吼，德国大赛，啊，伊这个无一个固定的所在地啦，是，所以伊是一个全世界拢会使统的一个大赛，这就是咱替咱的外交做代志，国民的外交啦。是，讲到这上。啊，我拄啊想的是讲上少年吼，因为陈建宪敢若30万嘛，对。啊，这个戴志颖我拍甲球好，应该我足资深的哦。啊，这个野球练的吼，通常拢袂使野甲受老啦，所以我想应该是郭姓是上少年吧，应该还袂30吧。哦，现在27、28啦，我还想法厉害哦，所以所以你拢看是年会我对于年会来想啦，但是戴志颖、甲郭敬淳，啥物人较少年，我无法度确定，所以叫阮查叫。是，对，马红向甲分贵跳。是，好，今嘛吼是4队，每一队拢一边徛一个哦。对，所以一定拢会对哦。
是哦，嘿，正确的答案是。哇！来，恁4位功劳真大啦，因为甲因留伫台顶啦吼。来，咱先休困一下。请回。来，咱 B 的留着哦。拄则所论述已经有讲一部分啊啦吼，无即个固定的住宅所啦吼。嘿，所以伊嘛有人是用巡回大赛安尼来号名，嘿，嘛有人用即个名。嘿，即马爱补充的是迄个咱的即个答案，即个人名要安怎讲呢？吼，就是你若讲伊姓啥，伊姓地。啊，不过呢，后壁有字，就爱变做地主英。地主英，不是地所以这个名爱讲了对吼，地主英。对。这是因为这2024年的10月份吼，这个总统的权啊吼，来甲伊这个聘任做这个是无钱的啦吼，就是一个英务职安尼啦，就是这个地主英安尼。好，来，即马4位啊，加油哦！是，哎呦，无简单呢。好，来啊哦！小妹，咱请出题。请问台湾有真多大型的节庆活动但是唔是逐年拢有的。什么活动吼是3年才会来举办一摆的？哦 ，A 台东的泡茶邯郸夜，是 B 平湖的旗鼓，C 东港迎王的烧王船。好，来，咱请选择。嘿，到底是台东的平湖的，还是东港的哦？好，来哟！想一下哦。所以哦，莫叫用骗去哦。嘿，莫骗去哦。看清楚哦。来，5、4、3、2、1，好，停，拢徛好啊。徛好啊。来，你啥那坚持？云。因为我听过 A 加 C。你听过台东的甲东港的，但是我无听过平湖的。哦，所以我想感觉，你感觉就是这。用无听过来选嘛是有影。来，咱这边的是，你有伫公庙做代志有啦吼。所以讲你选的是咱的迎王烧船，是东港迎王哦。来，这真有名啦。对啊。顶抓才烧完尔。系啊，而且除了烧，搁爱讲尻川。是，好来，咱正确的答案是3万块。是。可惜。来，不要紧，咱先休困一下哦。云请回。好，来这个这顶这个活动吼，伫东港迄个所在会讲是迎王啦，迎王吼，就是所谓烧王船，就是送王爷迄个意思啦吼。遐所谓的3年一科，就是讲3年办一摆。伊迄有固定的啦，可比讲就是咱所谓地址来讲，所谓的抽的，甲神的、甲味的、甲术的，这几年办安尼，大概拢是。旧历算起来是8、9月新历差不多10月安尼，来举行。对，这是在地最有名的一个烧王船迎王安尼。以上。好，来，即马已经所价已经登记啊，已经剩咱3位哦。3位加油！好，咱3位家庭的加油哦。好，来，上位，咱请出题。请问中原普渡的时阵吼，会有一个无主食的汤，要好兄弟啊食。你敢知影？这个汤上主要是用什么菜呢 ？A. 硬菜 ，B. 挂菜 ，C. 芹菜，嘛做芹菜。是，好来，咱请选择。来哟。来哟，硬菜、挂菜，甲咱的芹菜。拢会使哦。想者哦。哦。哎呦，这你要把。5、4、3、2、1，无要搁改哦。好来。好来，真肯定大家拢是硬菜。为什么咧？是安怎咧？是安怎是硬菜？好兄弟无熟，食迄个无熟的汤啦。无熟的汤，可能今日食了伤硬。哦。盐爱食，唔是啦。你家己啊？你知影家己咧讲啥无？你咧讲啥无？我讲的差不多啦，差不多。嘿，什么花差不多啦。嘿啦。哦，原来讲话拢是安尼。好来，咱我用这真理姐绝对知。来。嘿，
硬菜。为什么？硬菜硬菜是什么菜？你知无？我知道，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菜。好，没有因为挂菜跟芹菜不是用删去法。哦，用呢，删的，对。所以不是的，个微调。是。跳。啊，咱够一个机会来问一来，有呢，有呢。哦，你讲一片互伊听。好来，你讲一讲片互大家听，啥感觉是硬菜？我感觉 C 无可能，是。啊 A 甲 B 我咧用，B 我较无听过。挂菜。对，所以我对过年时啊拢会食的。灯泥菜啊。哦，讲长年菜我就知，啊，这我较唔知，所以就无选迄。对啊。所以硬菜，你感觉是硬菜？哦，大家拢知影哦。厉害呢。是。来，咱正确的答案是。厉害厉害！好，有一句俗语是讲做鬼嘛，抢无硬菜汤。即个大部分伊意思是讲，大部分拢抢迄个好食的，迄个鱼鱼肉肉，迄个真迄个澎湃的，才会食死啦。毋过听讲即个传说是讲为着要互一寡可能骹手较慢钝的，嘛会当有物件通食。所以虽然讲可能有的人无爱食，毋过就是若是讲迄无爱食，结果就有剩等到遐骹手较慢钝的好兄弟较食有安尼啦。所以有即款的即个风俗啦，尤其是高雄听讲左营迄边，就是有迄个大道讲硬菜粿即款的迄个名词迄个咧流传，意思就是讲伫遐用迄个硬菜规粿安尼来去拜拜安尼的意思。所以这个是硬菜无唔对啦是，咱即马剩3位哦。加油哦！过来哦，愈来愈紧张哦。是啊。好，来上的咱请出题。请问台东池上是咱台湾好美的故乡，你敢知影池上这个名是安怎来的 ？A. 早期才的村民姓池 ；B. 遐适合迄个池仔边的迄个食物生长；C. 伊的地势伫咧大池的顶悬。好，来，咱请选择 A、B、C 哦。A、到底是早期的村民伊姓池，还是讲遐适合吧？迄个池仔边、水池边的食物生长。还是伊的地势伫咧大池之上。是，好来讲，4、3、2、1。好来，咱即马看者，咱这个是适合迄落池仔边啊。有种植物的生长啦，是，来无人要选 A 咧，无人要选 A， 无定就是 A 咧。全民姓池，但是即马敢若少喊你听着，还有人姓池啊。对无？所以讲咱这两个较有可能。较有可能。你啥哪会选 B？台东遐的地拢是，拢是平，对，感觉就适合种物件，种是。所以感觉甜的所在都有真多。对啊。用地势来想啊。是用地势。来，即马4个就是剩咱助理啊。死两个。死两个啦吼。真励志啊吼。应该吧是地势。因为池上。池上。咱就是地势池上嘛。大池之上啊。你是我是安尼看，但是你用药的。我是看伊落写哩伫咧大池之上啊，池上嘛，对吧？对，这简单吗？看你来决定答案。这简单吗？可能。是。好，来，咱来看咧，正确的答案是。是。袂歹。伊在即个大陂也是大池拢有人讲啦大坡池、大陂等等的讲法，就是算台东早年来讲上大的一个天然来绿湖啦到搭还佫有流传一个风俗，就是讲用竹牌啊伫咧迄个大池遐过竹牌啊。以早是掠鱼啦，即马当然无一定掠鱼，但是就是还佫有不时咧举办即个竹牌啊柜的活动，来互大家了解讲，即个池上即个地名的即个由来安尼，所以这嘛是真趣味的竹牌啊柜来过竹牌啊，伫咧即个大陂顶面安尼，好以上。
啊，即马平手啊，嘿，6题结束啊。嘿，我嘛是爱，我偌准讲话，佫继续拼落去咧。无啦，结果6题结束。6题结束啊，换2个落来，所以3万块平均一家会使得到15000，是。容易增加得到15000。啊，恭喜你！球队嘛得到15000。嘿，来，咱即马讲一下咱的分数吼，来看咱金界。金界他都掉15000了，即嘛是25000。啊，咱分价咧，分价是5000。好，啊，那咱球价咧是3万。咱数价咧是1万。哦，原来哦是啊，即马是安尼，天落就是咱球价。球价即嘛有3万块，会使来去咱一匹1000斤。哦，今日来一匹1000斤。嘿，来一匹1000斤。回头换奖金。哎呦，奖金偌济？咱就奖金有3万块啦。3万块，30秒嘛吼。你是咧无印象？你是咧无印象呢？应该无啊，应该已经无啊。无啊吼。你即摆是你送就对啊。我即摆离100万佫愈来愈近咯。当咧强就对啊。哦，够好诶。是，咱即摆30秒尔哦，你要30秒啊60秒。当然嘛是60秒。对啊，所以讲60秒哦，真正通啊摕到奖金了，咱再来送。啊是60年嘛，不要紧啦，嘿啦。我嘛希望，我哋这无会当做到遐尔啊久长啦吼。来，咱这里会下有几题？哦，拢总3题，啊，恁即马30秒佫加30变60秒哦。 60秒，还把握无？10秒哦。好，来第一题啊哦。哦，你看起来足熟的哦。哎呦，这啥位？你画正字头的啦，无当然知你咧讲啥物。你敢使画较大只的？对啊。较紧的，迄像咧手机呢。3万块的奖金，因会当提走偌济咧？第一题啊哦，几个字？第一题4个字。 4个字，60秒哦。好，来，咱请开始。哦，紧话。有啊。哦，我要紧的哦。哦，是人吗？哦，你看起来足熟的哦。哎呦，是啥位？哦，来，知影，紧来讲。来，哎呦，几只哦4个字。圣诞节。4个字。嘿，拢点点。你画正字头的啦，无当然知你咧讲啥物。哎，先香味，紧嘞。来，咱的秒数愈跳愈多，好，画了真清楚啊。来，什么？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哦，是老师安尼念会当无哈？若是连起来，应该是弹的调爱无共款啦。无紧，啊，因为4个字伊离掉啊，所以我互掉啦。圣诞老人。哦，圣诞老人哦，可以。圣诞老人哦。好对啦。哎呦，老师对讲好。老师爱你爱你。咱来讲清楚哦。讲清楚哦。上重要是大家拄啊拢无声。系啊，无声时阵，咱的秒就一直跳。对啊。你即马甲看，跳出来。剩18秒。18秒。开42秒去啊。对，所以讲咱话爱较紧，咱摇嘛较紧哦。加油。好，来，这题第2题几个字？3个字。3个字哦。好，来，咱请开始。来哦。哎呦，拢通啊讲的，哦。前面迄个。白龙船。进卡。哦。明白。是，为了食古水。食古水啊。小姐，你迄龙船敢使画较大只的？较紧的，迄像咧手机呢。有这小品呐。系啦。可你刚才你无讲手机高照。系啦。嘿啊，这样你摇就对啊。好，来，咱即摆看者剩8秒，头一题开伤久的时间。咱甲加油的哦，上无咱嘛有签的嘛。嘿对啊。好，对。好来8000哈。几个字？6个字。6个字哦，来8秒哦，请开始。开始，画嘞。哎呦。哦，这啥？哎呦。黑人。6个字哦。哎呦。这为了听好啊。哇。你边仔写1、2、3、4啦。哎呦。
唔是啦。继续，恁这两衫卖看。嘿嘿，来这下，什么？这为什么？六个字，哎呦，愈会愈济。来，你会对未？六个字。我话嚟，我2点钟嘅时间。是，有无？无呀，安尼咱真抱歉要甲你讲啊，时间到啊。是。我真正约袂出来呢。真正已经拢无啊。我头拄仔甲提醒是，你画的物件，这是头一个，你得写一，啊，第二个你写2，你若写这两三字，这答案是啥物？你知无？啥货？就是听某喙大富贵。哎呦，伊头这有较困难。画头一个就是耳啊，是听啦，第二个是查某人某啦。哦，嘴，哦，就是一个嘴嘛。嘿啦。嘿，啊，所以画真济。对，上尾画迄个元宝嘛，哈。对。哦，哎，其实吼，咱这题拄则来摕第一题的吼，我第一题吼，啊，就拢免啊。拢免我遐跳，拢免我遐跳。都免遮无用啦哈。哎，不过不要紧啊，虽然无奖金，不过咱趁到啥货，要咱来决赛啊。哦，决赛，100万决赛哦。决赛要来啊！哦，好，无奖金，咱嘛是共款来去颁奖。颁奖，容易哦，进入咱的决赛啊！哦，无奖金拢不要紧啦，啊，趣味有学着淡薄仔物件，安尼就好啊啦。今日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是感谢咱的陈鸿辉陈老师辛苦咯。大家有智慧，讲台语提爸爸，好，大家拢欢喜，再会。感谢，后回再过来。谢谢，感谢老师，谢谢。王丽雅，来，谢谢，王哥哥，好，这边要几位过来，来。